这些男人是全部的男人里面唯一今年就是有练到山猪分享，还有杀到人狗分享的。所以当场怎样佩戴什么百合花哦，可能是1朵，可能是2朵，可能是含苞待放，他是用表演的方式去讲，不然老师没有讲的话，你会觉得怎么每一个跳舞的人都可以插什么2个赖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这些人是代表部落什么全部的什么男人，而且唯一跟出来跳勇士舞的，因为他们就顺便要佩戴什么2个赖。这个舞木，我们助手老师也是舞木，也是打掉了啦。女生进来了，又飘的。你看到女生的衣服，大部分都是接近都是白色。以前的染布染色没有那么多原料，所以男生是兽皮。
野兽什么颜色的皮干到变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。女生是用，这什么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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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，撞。奇怪呢，女生就在练这首歌了，还不知道这什么歌。人坐在这边心都飞了，他们在认真啊，怎么样学啊？女生去她唱这个，你看她织布，然后又唱这个织布歌，她又穿这样子的服装，就是在代表过去我们时代穿的服装。女生织布刺绣是最基本的，不然你没有服装衣服穿，你就露奶奶，你就露下面。所以你要不要贤惠？你要不要做？一定要做啊，懂意思吗？而且你要做，而且要做给你的家人，所以织布那么重要，就是这样子，四个男生立的吗？是吗？四个男生很厉害的呢，身材跟我们差不多哦，我比你们大一点点，这个应该是5年级、6年级的，好像那个打电话那样身材得得上，给了那样的身材，可是我看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的，以前的这些阿公他们，国小的时候那么有力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可能就是在荡秋千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用背的，让那个要荡的女生到秋千下。过去会这样，可是久了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在表演的，可是这个本来就是从表演开始发展出来的，除非是那种传统的婚礼。我的妈妈从神山地哪里嫁到我的爸爸这边。如果重视这个女生，不要让她用走路的，她就用背的，懂意思哈？那为什么会有轿子呢？这是打来喜女生最重要的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我们刚才有连接到婚礼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个轿子？为什么阿美族也有轿子？为什么泰雅族也有，布农族也有？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轿子？为什么社会剧有很多不同的族群都在摔跤，都在打架摔跤？为什么？是啊。为什么每一个族群都有阿弥陀族，而且大家都知道阿弥陀族是有血，越来越近了。为什么其他族群不跟我们鲁凯族不一样的花叫憨呐，我们也叫憨了？是为什么？都讲过了，那都传给我了，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。因为日本人对，我今天占领你，我占领你们，我没有占领你们。请问，我占领你们差不多30年，我这边我要坐轿子去那边，你扛来扛去，比较大的人才可以坐啊。我今天带了阿弥陀子，大家你们都很会工作了。好不容易换了一双阿弥陀子，所以你们有阿弥陀子的话，你们如果也被我占领的话，请问你们有没有轿子？你们知不知道阿弥陀子？你们的话里面会不会有憨呐？会不会？如果被我占领，会啊。所以这个是被殖民、被占领过的部落，全台湾都有啦，就会有一样的文化被留在那边，即便日本人已经离开了，懂吗？只有在传统的歌舞里面比较看不到被殖民的东西，所以这个等于是几乎是很传统的东西了，懂意思啊？
较少见到的啦，比较活泼欢乐的时候，像大人比较没有掉这样子的。好，找到这了。好，有5分钟下课，尿尿、洗手、洗脸，哦，然后慢慢的走过去，慢慢走回来，然后我们就老师再把刚才你们看到的，你想一下，边尿尿边想，你不要尿到忘记你在厕所，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，40分钟在厕所。好了，先休息。